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初5公司第几台 AM 新闻，我是苏眉。咱先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今日加476例本土，到情报35例，拢总511例，37个人过身。疫情到东外已经超过200人死亡。表里疫情退烧，劳动部下令对今日开始停止移工外雇主，暂停手区之间互相调派骹手。后面无批准使用俄罗斯的疫苗史普尼克 V， 和俄罗斯总统呛讲，后面甲商业利益看甲比人民更较重。今日增加476例本土，阁有到境报回来35例，拢总是511例，而且阁有37个人染病过身，是死亡人数上济一天。只一天外，已经超过200个人因为新冠肺炎过往。根据统计，死亡的案例超过8成9是60岁以上的老大人，平均是72岁，8成有慢性病。另外，指挥中心今仔日嘛公布企业做快筛的指引。国内新冠肺炎疫情继续上升，拜6初5新增加476例本土病例，另外有过境回归35例。综合所有本土个案，总共511例内底，以新北市229例是上多，搁再来是台北市144例，苗栗县66例，桃园76例，基隆73例，彰化县11例。台中市19例，新竹县7例，屏东县4例，南投县、高雄市甲嘉义县各3例，新竹市云林县甲台南市各1例。指挥官陈时中表示，苗栗这波企业互相烧话，主要是因国变种的病毒株，因为这个传播率较悬，若是企业无法做到分层分流，就来要求爱停工。经济部派遣产业专家进驻前进指挥所，协助防疫医师与电子厂规划厂区的作业、休息及用餐等活动之分仓分流。那如果没有办法做得到的话，那就我们会要求停工。另外也新增加37例死亡的个案，分别是男性25位、女性12位，其中上个少年的死亡个案是30多岁男性，伊本身无慢性的病史。而根据指挥中心的统计，疫情以来总计死亡224例内底，超过8成9是60岁以上的老人，对发病到死亡平均是8.3天。所有的死亡个案当中，81.7%是有潜在的慢性病史的。那从发病到死亡平均的日数是8.3天。因为这疫情也是一直拖，加上苗栗爆发2间电子厂互相烧的事件，指挥中心也公布企业快速检查的指引，包含快速检查由企业自主采检自费，必须由医术人员来执行。若有需要，指挥中心也协助来介绍。快速检查若是阳性，必须进行通报加 PCR 检测。企业爱有隔离安置的场所，那快速检查是阴性，也需要自我健康监测。经济部表示，即阵已经接到300多通询问的电话。接到的询问电话大概超过300多通的电话，他们都来询问这个快筛的原则啊，还有请经济部协助寻找可以媒合的医疗单位和这个快筛剂的供应厂商等等。6月14是3级警戒期间，抑过疫情也未确定，但市长强调会继续观察疫情发展，并且甲专家小组来讨论，即阵并无风险的建议。而下一批新冠疫苗什么时阵会来？但市长讲，下礼拜核准一寡新冠疫苗紧急使用授权 EUA。是苗数证实，即阵辉瑞 BNT 加胶性疫苗的 EUA 作业正伫进行中。记者综合报道。指挥中心公布，今日死亡的人数是37个人。总统蔡英文透过直播发表谈话，只是要加强医疗各方面的资源，佮要成立新竹县市甲苗栗的防疫作战联盟，要把国家重要的产业修复掉。我已经打电话给徐耀昌县长、杨文科县长，告诉他们，只要有任何需要中央协助的事，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竹竹苗是共同生活圈，也是我们科技产业的重镇。我已经请林志坚市长、徐县长跟杨县长组成竹竹苗防疫作战联盟，整合区域内的防疫能量，全力守护区域内所有人的健康，也把国家重要的产业的安全防线巩固起来。蔡总统强调讲，疫情紧张，毋望地方甲中央加强合作，控制市场出入的人数，安排注疫苗的计划。而且总统嘛拜托全国的民众，即阵生活无临便，都爱小吞忍一下，踮咧厝莫出门，就是甲防疫人员斗减轻负担。
苗栗的金源电子移工烧坏事件，都也跳也袂收煞。这站共款伫咧竹南的超丰电子嘛有移工染病，这两间电子厂今日都有64个人确诊，也阁有伫咧共所在德邦科技嘛有1个人染病。员工来到厂区报道，准备进行快速检查。除了金源电子，相关位在德南的超丰电子也出现移工互相烧坏事件。厂方要快速检查4300名员工。另外，德邦科技德南厂也确诊的个案，公司免要主办快速检查1500名员工。因为移工互相烧坏事件一直扩大，为了防止疫情，伫厂区一直拖。但是中西国也指示，个案接触者爱逐步刷出相关的所在。确诊的同住的移工或是有高接触的人，那还有一些热点的人，我们都会把它渐次的移出工厂宿舍区。那今天预计要移出280位。苗栗金源电子找5新增加53例，超丰电子新增加11例，德邦科技也有1例。苗栗县即阵已经有3间科技厂出现疫情，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已经在金源电子开设前进指挥所。不过科技厂移工互相烧坏事件一直爆出来，现在市府也烦恼讲德科受到影响，拜六启用专案的检查站，受理德科厂商自媒体移工来检查。我们希望几天的时间最好是5天之内。就全部把这些移工做第一次的筛检，把有确诊的人先找出来。现在市府表示，德科的专案检查站有计3天内会使检查德科4000名的移工，若是有技术的个案，也希望就有这摆检查查出来，早一步来阻断这个传播链。记者综合报道。这道苗栗的疫情会清甲遮尔紧，有专家就认为讲是因为移工的语言敢咱袂通，无法度接到防疫上新的消息。而且共宿舍若是有人确诊，就会拖较抓袂牢。上好只要是有人确诊，就爱规栋总送去集中检疫所隔离。另外，因为惊疫情的，因为移工换头客愈拖愈快，劳动部下令对即马开始暂停移工换雇主，禁止厂区之间互相吊摆卡手。苗栗金源电子甲超丰电子厂拢爆发移工群聚着病，国内专家认为，要防止或者移工疫情扩散上大困难是语言甲文化差别，一旦确诊，上好到集中检疫场所隔离，才会当避免移工宿舍加做防疫抗胖。最理想的情况就是集中管理。假如说是阳的话，你其实把它放在一起也没有关系，因为第一个就是他们都已经是阳了，所以大家一样的病毒。第二个就是他们都是年轻人，所以大部分都是轻症或者是没有症状的。因为移工群聚确诊个案数继续增加，劳动部也宣布为即日起，针对移工非必要转换到新头家的作业，伫第3级警戒期间暂停作业。针对共一个头家无共手续的派工也暂停调派。头家甲中介公司一定遵守资方骗过移工指引办理防疫作业，包含了合意转换以及期满的转换，除非有收到性侵、性骚扰、暴力殴打或有人口贩卖的安全之虞，我们会另为处置。指挥中心强调，最近将由劳动部甲地方政府针对移工人数达到500人以上企业甲100人以上大型移工宿舍进行轰炸，实地督导头家甲中介业者落实防疫指引，高请劳动部规划补助企业改善宿舍防疫环境，以强化防疫力量。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有关是今仔日上济病例的所在，市长侯友宜就表示，三重埔的疫情愈拖愈快，呼吁严重地区的民众都要赶紧做体检，甲藏伫咧社区内底病毒总冻起来。另外，伫咧新北的五股，头一台大型疫苗注射站今仔日已经款好势啊。市长嘛宣布讲，等摕到疫苗了后，75岁以上的老大人大声注射，减少因动症的机会。下昼人潮明显减少，三重埔水流公市场，互新北市长侯友宜点名。拜六早起人伤济，无落实管制，所以开出稽查单，若无改进，就要暂停营业。侯市长烦恼，三重埔最近确诊数惊悬，有扩散趋势。呼吁区内高热力的里民，尤其是长者，听到广播爱赶紧出来快筛，以找出温型传播链。来筛市场还可以抓得准隐藏的确诊的个案是，才抓出来，抓不出来，永远在整个社区传播。新北市的无可能恢复到以前的这样一个状况，所以拜托大家。
快筛了后，提出更加侪确诊者，敢是有充足的量能会当承接的。新北市表示，防疫旅馆数目也有够，也毋过医疗量能就食力啦，需要靠整个北区医疗网调度。针对当前甲年长者死亡率悬，市府也推出决战当前主疫苗计划。市长侯友宜得到中央回应，高中风险区将优先配发疫苗，新北会优先保护长者。如果我们6月份中心来打，到了7月，我们75岁以上的人就有60%以上的保护力，可以避免这些长者感染。我们一定要守住这一条线。为了加速注疫苗，新北要设置23个中大型疫苗注射站，其中头一座大型注射站，初5伫5个工商展览中心设置完成，每天会当予5000人注疫苗，9组医护人员同时作业。媒体关心大量人潮恐惊群聚混淆，侯友宜强调，这个站经过专家评估有9条动线分区分流民众，伊实地看过，认为未有问题。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的死亡病例当中，超过一半拢伫咧台北市。市长郭文哲就回应讲，死亡甲感染是有时间差的，所以即卖疫情有控制条例，而且对明仔载开始会安排警力控制市场人丁的出入。另外，郭文哲嘛宣布讲，为了要催疫苗注射的速度，伫咧台北市注疫苗免钱。从现在开始，你知道，我们台北市打疫苗应该都免费的了。疫苗议会也是一直讨论，台北市长关文铁初5领先全国，宣布伫台北注射疫苗免费。你是毋是规划大型的注射站？是看疫苗分配最少来做准备。台湾的疫情上升，初5一天死亡病例有37例写下新冠的记录，其中超过半数24例在台北市，包含一个只有30外岁有去过网咖的男性。对此，关文铁表示，死亡人数甲感染的时间有时间差，唔免伤惊吓。你也表示，疫情是有控制条例。最差的状况下，你知道吗？再撑2个月，我们还是有疫苗的。那所以现在要思考，就是如何用最低的成本撑过这未来的2个月。这些比较密集的地方啊，来做这个机动的打击。那另外把边境啊，特别是跟旁边的中正区以及上面的这个大同区的部分呢，要把它间接开来。台北市对疫情的高风险所在，亲像是网咖区，采取列区的围堵，经由边界中华派遣机动防疫采检队来消灭感染源。伫确诊个案较少的行政区是展开领区的消灭，采取科学联防快速检查。伫北投进前发生一家4个人、3人死亡命案，卫生局证实，村外53岁查某囝 PCR 阳性确诊。要确诊者早离开台北凯撒大饭店，引发争议。北市府认为是中央无落实电子围篱。疾管署在今天有在建制，然后说今天下午5点会上线，也就是说在此之前，目前为止，在此之前确诊者跟快筛阳性都没有电子围篱的管制，所以才会有这种状况。对着菜市啊，人也是真多。台北市府推出监视起来监控人流，爱大家遵守，不过成效无好。对此，郭文铁决定用公权力介入，初6开始，请警察维持市场的人流管控。记者综合报道。桃园今仔日有14例，因为桃园是咱台湾工业上界发达的所在，且真侪移工，所以市府就要求50个人以上的移工宿舍生活空间甲动线拢要分配，而且嘛鼓励500人以上的公司做快速体检。另外，家人今日是增加13例，有7个人是家庭小话。本土确诊的个案超过1万例，疫情无确立。桃园市长陈文灿初52摆讲到，3级的警戒有可能延长，一定要做好准备。李标立检员电子移工互相小话感染上升，进前鼓山某一间工厂也标示5名移工确诊。桃园有116000名移工，全国上多。陈文灿宣布会要求300个50人以上的移工宿舍要分层分流。分流、分区、分工厂、分时段，这样的方法。那在这些移工宿舍当中，我们共同的这个活动区域，那么容易造成群聚感染的都停止。九条社区的封锁，不管是移工也市民，拢要避免侪人斗阵。桃园市也鼓励500人以上的企业快速检查，虽然全市已经大消毒，下礼拜会在华新北的行政区搁再消毒。初5指挥中心公布桃园16例确诊，市府表示疫情调查转出1例，判定阴性1例，确认14例。其中9个人因为是列在隔离时确诊无卡列，而这9个人内底有7个人是家庭的感染。目前桃园的这个个案，大部分都是可追溯来源，
大概2成左右，传染途径没有办法很确定。基隆市初5确诊有13人，其中家庭斗阵烧话7个人，养护机构的住民加照护员总共3个人，伫工作接触2个人，还有1个是身体无爽快，家己看医生确诊的。我们市立医院营养师，包括他2名儿子以及他的先生，被匡列为是这个接触者后，现在经采检后确诊，那等于是他们全家都是确诊了。对着北台湾上大的鱼货供应市场，崁仔顶鱼市林佑昌讲会采取更加严格做法，不管是大头也是民众，必须要强制挂喙按面罩。大头生意人也会戴手套，避免防疫破空。记者综合报道。中部地区彰化增加11例，其中因为拍麻将烧话，佫增加5个人。这几天因为拍牌得病人已经遮尔多啊，但是煞也是有人先讲就讲袂听，共款就要拍牌去互警察撞到。也若是台中这边是增加9例家庭烧话。警方至伫民家厝所在，发现几下个民众为做伙拍麻将，这个人拢是毋是带做伙家人。警方记录所有人的资料，全拢被函报卫生局进行采发。目前中法官疫情上头听的都是麻将牌卡传播链，初5增加的11例确诊个案中，都有5例甲麻将传播链有关系。这个是整个牌卡传染链的疫调到现在为止累计匡列的人数有将近700多位那确诊的，如果包括台中的那个友人的话，总共是25例。那今天新增的确诊里面呢，有这个家庭的接触者，也有他的家人。彰化某一间病院的关注案也增加1例，累计已经有5例，其中拜6增加9例确诊个案，全拢是家庭关注，其中伫雾峰的快餐店家族已经有6个家庭确诊。台中市长罗秀燕也再度呼吁民众，带做伙家庭之间防疫也非常重要。这9个案例呢，经过今天早上的疫情指挥中心呢，有3个其实是分散在3个家族。那你就可以看到，到目前为止，的确家族群聚感染还是本市的重点台中市的新案例中，高车药局家庭关注增加1例，是药师的学生。目前药局的接触者已经扩列43人。南投县有3例新确诊个案，感染源拢是家人。婚姻馆增加1例，是77岁男性，6月初3身体故乡到病院就诊，也毋过迄日下昼病情恶化。紧急插管收治负压隔离病房，感染源有源不明，已经扩列16名接触者伫厝隔离。记者综合报道。继续落南来看南部，屏东今日是加4例确诊，今日这4例讲上涨的1例，有5个人拢是伫咧隔离期满进前采检确诊，所以屏东县府就宣布讲，所有互通知爱隔离的人，拢爱去大防疫旅馆采检2遍阴性，才会当出来自主健康管理。另外，伫高雄今日是增加3例，有2例是昨小港确诊者的某囝。这511个案例里面有4个案例是属于本县的。初5屏东增加4例确诊个案，分属3个家庭关注案，拢是进前亲友有北部旅游署，也是亲友落南探访地区的家庭关注案延伸，而且拢伫地区隔离解封前再度采检确诊，所以屏东县决定要采取严格防疫措施。复检为由阴转阳呢，那让我们在未来昨天匡列以及现有匡列在居家隔离的，由昨天开始的新措施，全部一律住到防疫旅馆。地区隔离者全数住伫防疫旅馆隔离解完前，搁采检，确认阴性者会当改做自主健康管理。若是二采阳性受理，县府爱民众唔通疏忽。高雄增加3例确诊案例，环保局针对卡车进行大清消，其中2例是前一天公布小港民众，一共47例的家后甲8个月大的查某囝，依据感染源波段分析，3个人属于同一个感染源，政府初步已经掌握有源有态厘清。那这2个基本上在我们认知是属于同一个波段的感染，也就是说，他们曾经有接触过同一个感染源。那这个感染源很可能是来自于他们身边，或者是共同出游去接触到的这个风险。另外一个确诊1,879例，20多岁男性，是大社区家庭关注感染扩大。5月25开始，地处隔离，6月初3发病确诊。各机关同款增加3例案例，水上乡福林人1,303例确诊了后，可怜的带做伙家属3个人得病。一个就是案主的先生。一个是案主的小孩，还有一个案主的孙子。那其他这个16岁的，
那他虽然也确诊，但是他的整个的这个案号是归类在南投县。另外，10363甲10664类红阿母以做龙为主，脚趾相对单纯，也毋过因的后生10605类对活动脚趾有所隐瞒，而且拢伫暗车离开前往外县市。官府初步判断，这个家庭的感染源排除伫家己县内。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做回来关心。俄罗斯家己研发的疫苗史普尼克 V 开始伫阿根廷甲塞尔维亚生产。不过，因为欧盟一直无批准使用俄罗斯的疫苗，俄罗斯的总统普廷是批评欧盟，竟然把商业利益看甲比欧洲的人民更较重。这个月初2到初5，俄罗斯政府举办了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各国领袖、国际投资界、甲大型外国企业拢用实信的方式参加。其中，阿根廷总统费南德兹甲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分别伫俄罗斯总统普廷的见证之下，伫家己国家启动俄罗斯疫苗史普尼克 V 的生产线。Empezamos ya el trabajo concreto para empezar a producir en Argentina la Sputnik V.Darle las gracias por el compromiso que ha tomado con mi patria. 对欧盟一直无批准用史普尼克 V 疫苗，早日进前相关人士就透露，俄罗斯疫苗的产能甲安全性拢受到质疑。不过，俄罗斯总统普廷却批评欧盟甲经济的斗争、商业的利益，放伫欧洲民众的福利头前。伫咧美国为了加速经济转好，美国已经同意向墨西哥送100万剂胶生疫苗。这批疫苗嘛是美国分予全球2500万剂疫苗的一部分。如果会使用伫墨西哥边境39个城市内底，18岁到40岁民众。Tengamos cubierta esta población y podamos entonces acordar con Estados Unidos que se reabran las actividades o casi todas las actividades en la frontera entre México y los Estados Unidos. 伫各国开始做疫苗了后，目前欧盟各国陆续放宽封锁的限制。德国嘛，因为已经有43%人口做了第一剂疫苗，感染比率稳定降落来了后，为初时开始就放宽餐厅营业，互民众豆豆回去到疫情进前的生活。国际新闻台是唐平玉。昨天台北落大雨，一寡多所在做大水。虽然台北市长郭文哲是表示，淹水是因为雨落收淡收凶，不过所有专家指出，昨天河川的水势加无偌悬，代表是市区的水下袂离才会做水灾。是两江黄sơn河的方面来报道，提醒观众朋友要特别注意大雨甲淹水的情形。大雨一直灌，互信义车行地下道短时间淹去，伫村磅空顶头的速限灯标志。伫出动抽水机了后，加工水已经退，地下道有缘有落雨毛等待处理。新工处人员指出，水来了非常急，直接把抽水的莫达淹派去。水流下来速度快，然后就把我们的配电板淹到配电板的时候，它自动就跳脱了，所以它本身就没办法自动抽水。应变维护的，阁有中华东路5段这搭大楼，监视器画面显示，地下4楼的停车场入水了后，水大量灌入来，无到半点钟，车因为大水浮起来，监视器最后嘛惨遭灭顶。根本就来不及，你就能通知好，它就是一个出入口那个车梯，你淹到水了，那更危险了。北市府指出，4号大雨，12个行政区有9个雨量超过地下水道设计保护标准，达点钟78.8毫米。市长郭文哲指出，雨实在落伤大，但市员科学化指出，未少排水口塌掉的一期人为因素占较大。那这个难道不是人为的问题吗？再加上很多民众质疑这个抽水站的开启时间是不是有太慢了？应该要对外说清楚、讲明白，而不是只是一句说是天灾造成的。专家指出，雨确实落了非常大，目前硬体要扩充无简单，但防灾应变有检讨的空间，反应速度会当更加强。昨明显会当看到河川无淹，代表下水道的水未ful排到河川内底。那你就是用抽水技术，就把市区的水抽到干线，排到河川。设计上有它的极限，那你必须靠应变机去降低它的灾害。专家指出，信义区为田变成精华地段，土地对雨水的吸收能力减少3成，必须要提升抽水等应变的能力。市员科学化是认为，市府投入过600亿来建立海绵城市，但水一来变成大海，需要好好检讨。记者林吴家宝台北报道。带您来看各地头天气的详细资料。北部地区24度到28度。
中部地区24度到30度，南部地区24度到29度，东部地区24度到28度，外岛地区21度到30度。感谢你收看今日的 AM 新闻，我是苏眉，晚安，再会。